對於天恩邨有兩位市民失去性命咧，當然咧我係好難過嘅。自從我哋去針對一啲違規嘅公屋住戶而採取行動咧，我哋收回咗9000多個單位。過去3年咧，就如果每個單位係當3至4人家庭咧，我哋講緊差不多3萬個人士咧，可以喺因為我哋收回呢9000個單位咧，可以上樓。但喺執行方面，一定有優化空間。其中一啲我覺得係好值得考慮嘅，有意見亦都提出過嘅，就喺我哋嘅上訴委員會增加一啲醫護界嘅代表。咁佢哋喺考慮特別喺精神健康有問題嘅一啲個案咧，佢特別可以充分由醫護嘅角度去俾意見。另外喺制度方面點樣做到情理兼備？我哋對一啲特別個案點樣可以喺程序上面更加人性化、情理兼備，考慮到個別嘅個案嘅特質而處理佢咧？呢個咧房屋署係應該考慮嘅，我亦都要求佢哋考慮。